大家好，歡迎嚟到娛樂今宵。據香港媒體報道，羅嘉良早年醉酒撞車，遭警方追捕。原來喺車禍前，羅嘉良喺一間酒店同員工發生衝突。事件中，羅嘉良大發脾氣，嘈咗個零鐘。而令人感興趣嘅係邊位神秘佳麗同埋羅嘉良對飲紅酒。羅嘉良當時凌晨4點喺清水灣道駕駛跑車發生車禍。涉嫌醉酒駕駛，被警方拘捕後獲保釋。車禍中，因羅嘉良失事車輛上有一名女乘客，以及兩人不顧而去，棄車而逃。女乘客嘅身份係邊個，最令人感興趣。有人話係曾經同埋羅嘉良傳過緋聞嘅孫軒，亦都有人話係佘詩曼。當時正喺度拍攝無線新劇嘅《花樣中年》嘅佘詩曼，對於自己牽涉入羅嘉良撞車一事中，反應甚大。我琴日開工開到凌晨3點半，之後返屋企瞓覺，今朝9點又再開工，根本冇見過羅嘉良，呢個一定係謠言。對於無故被拖落水，佢直言無聊。我覺得呢件事最重要嘅係嘉良有冇事，唔係究竟同邊個女人一齊，都可能根本冇呢個人。而接到報料電話，表示嘉良出事當晚同一女子喺尖沙咀香港酒店內燭光晚餐慶祝生日，直到凌晨4點幾先離開酒店。但該女主絕對唔係孫軒或者佘詩曼。該報料人士表示，本嚟羅嘉良喺酒店食飯係平常事，不過因為當晚羅嘉良同埋女伴喺酒店發生嘈鬧事件，成為咗酒店員工嘅話題。加上從報章獲悉羅嘉良涉嫌醉酒撞車，更加令員工議論紛紛。據說羅嘉良撞車當晚同一名女子喺酒店西餐廳食晚飯，二人飲咗唔少紅酒，至凌晨3點幾離開。而因酒店通往停車場嘅大門已經上鎖，客人需要繞道先可以到停車場。有幾分酒意嘅羅嘉良表現得甚為高傲，大嘈大鬧之下，一名外籍當值女經理到場調解。可能因為語言不通，羅嘉良要求一名識得廣東話嘅人員到場。當有一位香港人經理到嚟時，羅嘉良除咗要求開門之外，又投訴該外籍女經理。理論時，羅嘉良更加係夾着粗言穢語，事件嘈咗個幾鐘。酒店方面終於讓步開門，俾羅嘉良等離開。開門時間為凌晨4點幾，故此相信羅嘉良駕車失事嘅女伴應該係同酒店晚飯嘅女子為同一個人。至於羅嘉良嘅同行女伴係邊個，報料者表示應該唔係藝人，因為對方樣貌普通，毫無腥味。同時喺羅嘉良同埋女伴嘅言談中，女方可能係一名娛樂女記者，因該女士喺度同經理交涉時曾經揚言，信唔信我一個電話叫晒全香港嘅記者嚟呢邊，到時你就知道啦。其後羅嘉良喺距離唔遠處嘅失事撞車，究竟當時羅嘉良係準備送可能同住西貢區嘅女伴返屋企，亦或係女伴有意先送滿身酒氣嘅羅嘉良返屋企，先再自己離開，又或者有其他原因，相信只有羅嘉良最清楚。羅嘉良作為香港出嚟嘅明星，佢細個嘅時候家境並唔好，為咗補貼家用，羅嘉良早早咁輟學出嚟做嘢，為咗細佬妹揾錢返學。雖然好早就出嚟做嘢，但係羅嘉良並冇放棄讀書，而係堅持喺日頭返工做嘢，晚上到夜校繼續深造。喺夜校讀書嘅嗰段時間入邊，羅嘉良識得咗佢嘅初戀女友方敏儀。當時嘅方敏儀同埋羅嘉良一樣係好上進嘅青年，彼此年紀相仿，因此兩人之間好有話題，而且好快就成為情侶。方敏儀長相雖然唔係好出眾，但係性格好好，佢對羅嘉良好崇拜。佢覺得羅嘉良生得靚仔，唱歌又好聽，可以去參加一啲歌唱比賽。萬一成功咗，佢就能夠進圈做個明星。於是羅嘉良便抽空去參加比賽，結果證明只係情人眼裏出西施。羅嘉良嘅實力並冇方敏儀想象得咁強，參加比賽冇幾耐就俾人淘汰，甚至都冇攞到一個好名次。雖然冇喺大賽中嶄露頭角，但係呢次比賽仲係幫羅嘉良開拓咗一個新嘅道路。羅嘉良被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簽下，成功進入咗娛樂圈。本嚟想做歌手嘅羅嘉良就咁陰差陽錯成為咗一個演員。
啱啱開始嘅羅嘉良只能夠演一啲小配角，不過羅嘉良並唔心急，只係穩打穩紮咁磨練演技，等待時機。直到多年之後，羅嘉良嘅公司開始籌備電視劇《天地男兒》，並且幫羅嘉良安排咗一個反派角色徐嘉立。本嚟徐嘉立呢個角色並唔係俾羅嘉良嘅，後尾因為原定嗰個演員臨時要轉型，所以放棄咗出演。羅嘉良便作為替補上場，攞低咗徐嘉立呢個角色。冇諗到呢套電視劇播出之後，羅嘉良因為呢個角色狠狠地火咗一把。呢個時候佢已經圈內跑咗10幾年嘅龍套啦。羅嘉良通過徐嘉立呢個角色火咗起嚟，此後佢就喺演反派嘅路上一去不復回，而且越嚟越紅。雖然羅嘉良已經喺娛樂圈內企穩咗腳跟，但係佢一直都冇放棄跟隨自己多年嘅女朋友，反而好主動咁跟朋友介紹方敏儀。本嚟會以為獲得大家嘅祝福，冇諗到嘅係好快就有風言風語傳咗過嚟。好多人都喺度妄議話方敏儀生得唔好睇，同羅嘉良唔般配。羅嘉良喺聽到呢啲傳言後，果斷決定要同方敏儀結婚，俾自己嘅初戀一個安穩嘅家。羅嘉良邀請咗好多圈內好友嚟見證自己嘅幸福時光。當時古天樂、沈殿霞、秦沛、孫軒等人都到場見證。兩個人好快就有咗細路。羅嘉良家庭美滿，事業有成。本來以為自己會咁樣一直幸福落去，冇諗到好快矛盾就爆發啦。為咗照顧家庭，方敏儀辭職喺屋企做家庭主婦，羅嘉良則忙於演戲。兩個圈子唔同，就冇咩共同話題可以講。方敏儀對羅嘉良做嘢不甚了解，羅嘉良都唔明白方敏儀作為家庭主婦嘅無奈同埋苦悶。就咁樣過咗3、4年嘅時間。兩人由原本嘅親密無間變成咗無話可說嘅最熟悉嘅陌生人。冇耐之後，羅嘉良因為香港影視行業嘅衰退而選擇北上進入內地發展。平時久居內地，而妻子就喺香港帶細路，兩個人嘅感情更加淡薄。最後呢段感情名存實亡，兩個人實在過唔落去，都走咗離婚程序。最後將自己呢啲年揾到嘅幾千萬存款都留俾前妻方敏儀，自己淨身出戶，結束咗彼此28年嘅感情。之後羅嘉良喺度拍完美結局嘅時候，認識咗蘇岩。蘇岩都係一個演員，細咗佢12歲，年輕貌美。蘇岩係濟南人，高中畢業後佢就考上咗山東藝術學院學嘅表演。蘇岩大學嘅時候佢就開始拍戲啦。咁啱張藝謀導演喺度拍一套新電影，佢幾中意入邊小胡四嘅角色，雖然只係一個小小嘅角色，冇咩戲份，但係能夠喺大導演嘅電影上露一下面都係好嘅。於是佢準備咗自己嘅照片，仲有啲資料一齊寄咗去劇組。佢長相漂亮，劇組嘅人都覺得佢嘅年齡同埋氣質好適合，於是就請佢嚟劇組拍戲。畢業之後，佢又去咗空政話劇團，仲登上咗春晚嘅舞台，名氣越嚟越大。蘇岩同佢一樣，都有過一段婚姻。佢嘅前夫係一名有名嘅錄音師，叫做陶京。佢比蘇岩大16歲，成熟穩重。不過二人性格不合，仲離咗婚，好聚好散。二人喺戲入邊結緣，羅嘉良對佢都幾好，兩個人一個劇組，經常可以見面。蘇岩想食蘋果，但係袋入邊嘅蘋果已經冇啦，只有佢手上有一個食咗一半嘅，佢食完仲想食，於是佢又出去拎咗一兜返嚟俾佢。先冇幾日佢又食完啦，佢就一直買俾佢。如今羅嘉良同埋妻子已經喺北京生活，佢偶爾都會帶妻子返香港住幾日，陪一下父母。二人都會帶住細路一齊出去度假，一家人其樂融融。方敏儀則獨自撫養佢同埋羅嘉良嘅仔。當佢哋嘅仔順利由大學畢業，羅嘉良仲出席咗個仔嘅畢業典禮。可見雖然羅嘉良同埋方敏儀因為感情破裂而離婚後，並冇因此而各自對個仔嘅關心。雖然羅嘉良喺成名之後同陪伴咗自己多年嘅糟糠之妻離咗婚，但係大家對於羅嘉良嘅評價並唔差，好多人都覺得羅嘉良係個負責任嘅好男人。喺同方敏儀冇離婚前，一直努力揾錢養家，想要改善屋企嘅生活。同方敏儀離婚後，又選擇淨身出戶，盡可能咁俾前妻同埋細路有一個好嘅生活，不必為物質奔波。咁都算係對
妻子呢啲年嚟嘅陪伴嘅補償，而且仲同自己嘅仔保持住良好嘅父子關係，咁樣做人方式的確好難令人挑出毛病。咁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見。